返嚟節目時間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增加白居二嘅配額，對於未補地價二手居屋市場刺激有幾大呢？政府加強打擊濫用公屋，同埋放寬咗居屋按揭，令到居二市場交投加快。有屯門代理話，今年多個月都有雙位數嘅成交，暑假期間都冇放緩。今年嘅新居屋未推出，而舊年嘅白居二嘅買家呢，喺今年嘅3月之前呢已經陸續入市㗎啦。所以原本呢，我哋預計今年嘅暑假呢係交投都淡靜嘅，但係今年呢個表現都唔錯。個別月份呢個居二市場呢都有20宗嘅成交。主要原因呢係政府設立啦，利息回落啊，再加埋呢政府呢大力打擊呢個濫用嘅公屋，部分嘅公屋住戶呢都出嚟買樓。而居屋嘅樓價都有一定優勢，所以呢個成交量都 keep 住。區內多個居屋項目當中，以兆康苑相對方便，鄰近港鐵站之餘，仲有巴士同小巴來往各區。屋苑1982到1984年入伙，提供超過4600伙，主打2房同3房，面積404到568尺。屋苑附設咗中式庭園，居住環境清幽。隔離有西鐵啦，同埋有輕鐵嘅，而且咧又係西鐵沿線當中規模最大嘅、最靠近鐵路嘅一個居屋屋苑。樓下都有商場，生活配套都方便嘅。大部分座數之間咧都有蓋嘅行人走廊，打風落雨都唔使驚。參觀放盤位於兆昌閣，實用431尺2房間隔，單位有玄關，旁邊連接廚房。開積唔算試正，好彩夠大，有近60尺，擺得落洗衣機、雪櫃等嘅家電。轉角有星盤同煮食爐，面積唔大，備餐空間有限。客飯廳向西超過160尺，其中一面牆身訂做咗組合櫃，收納空間充裕。開積呈曲尺形，較大嗰邊用作客廳，擺梳化同儲物櫃。剩低仲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。飯廳近窗邊開積試正，靠窗擺咗2組餐邊櫃，中間夠位擺餐台。景觀望內園，中間有一段距離，視野都算開揚。代理話，由於落成嘅年期比較早，屋苑超過90%單位都完成補地價，放盤係少數未補地價嘅單位。業主需要預先向房委會申請可供出售證明書，先可以轉售單位。放盤嘅居二叫價250萬，係市價放盤。投資者 Lucy 話：過往二手居屋買賣限制比較多，樓齡30年以下先至有政府擔保。自舊年開始，樓齡放寬到50年，增加咗老牌居屋供應。同樣都係200幾萬，以前呢度就做唔到按揭啦，要 full pay，大家攞住200幾萬 cash，梗係出嚟市區買私樓啦，係咪？但係最近呢2年呢，政策就放寬咗，樓齡高啲嘅屋苑呢都可以做到按揭喎，所以反而呢，我哋今日睇嘅呢個單位佢係未補地價嘅，就變到係進可攻退可守啦。尤其係呢度好多嘅業主呢，係早年嘅時候就已經自己補咗地價啦，未補地價嘅選擇其實都唔係好多，對於上車嘅人嚟講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。2間睡房喺大廳嘅同一邊打對角排列，大啲嗰間大約75尺，靠牆擺雙人床之後，仲有空間擺衣櫃同書台。兩面都有大窗，一邊景觀同大廳差唔多，另一邊向北，同樣無遮擋。隔離嘅細房唔夠50尺，呈方形，可以擺單人床同書櫃，保養唔錯，但係款式偏舊。對面嘅洗手間大約35尺，裝咗企缸，仲預留位置擺層架，潔具、瓷磚等保養唔錯，有窗，不過冇儲物櫃。Lucy 話：居二單位喺市場放售，流程同普通物業差唔多，業主唔使預先抬錢補地價，金額可以喺售價度扣除。參考業主一手買入嗰陣，折扣率近25%，自由市場叫價330萬都算係合理範圍。
最近嘅其實成交都多嘅，差唔多都係300零萬呢一啲嘅價位啦，都係400幾尺嘅單位。咁而銀行估價咧都差唔多係320至330呢個範圍啦。所以呢個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貼市價嘅放盤嚟嘅。不過呢個單位咧，即係業主買入之後咧，而家就裝修比較殘舊一段時間，咁再加埋都有啲家私喺個單位入邊，所以新業主買入之後咧，都要預留少少嘅裝修嘅 budget 咧，全屋再去做一個翻新。雖然係居屋，但係兆康苑嘅租務都幾活躍。而家補咗地價嘅兩房，月租介乎11000到13000蚊，比舊年升超過1成。Lucy 認為回報理想。呢一區其實喺租客嘅方面都有一定嘅吸引，包括係同區本地嘅住客啦，同埋即係多啲係往返大陸嘅即係人都會係中意住呢度嘅。另一方面咧，由於呢度步行10分鐘咧就去到嶺南大學，所以都有好多學生嘅租客嘅客源，所以你見個租務市場嘅表現都係唔錯嘅。如果自由市場咧有基本嘅裝修咧，11000、12000都冇乜問題。貼近市場嘅成交價去計嘅話，租金回報都有4.5厘，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即係租金回報嚟嘅。投資放租嘅話，其實都係一個防守性好高嘅選擇。